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成立已经30档的和顺港区，目前进驻厂商有将近500间。因为当初毋是市府所规划，所以并无服务中心的通考。而透过该厂商协进会争取，市府投入1300万要来兴建，上午正式动土，预计9月第当完工。为伫安南区的和顺港区营营进驻厂商投资服务，市府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取得一块公有地来设立服务中心，希望让厂商招商进驻会当有上好的服务。和顺工业区有这么多的厂商，确实是需要一个咱服务中心来服务咱的厂商的这个各项的一个申请，各项的一个服务所以利用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机会，取得这个政府取得这个机关用地，咱嘛投入2000万来施作它的连外道路，这个在去年来完成那现在我们也投入相关的经费，这东西市府的经费所以这嘛要感谢咱议会咱在座议员给咱支持所以投入这个经费来做发包这个现在我们希望在今年的9月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和顺港区服务中心大楼占地300平，建设经费1300万。开工以后，预计今年9月第当完工。服务中心嘛将出租予港区厂商协进会使用，作为区内厂商服务的据点。第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争取民进党内市长初选立委黄伟哲正式起跑地点，就选伫前市长赖清德立委服务处，强调就是团成接棒。同时，元旦假期伊嘛提出交通政策，建议台南捷运的南线二期工程应该连接高铁站，才当发挥上大效益。30号上午，立委黄伟哲选伫国会议庭结束的第一天，伫行政院长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时的服务处，由赖团队竞选总干事吴英顺替伊挂上彩带，正式启动台南市长的参选行程。地点的选择有特别的意义，象征传承。人的选择，当然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赖院长的这个永远的总干事王老师，以及永远的主任蔡主任，以及永远的操盘手黄先助黄先生以及所有过去赖团队的许多重要的人，包括李文颖是赖医师的机要秘书，郭国文跟林怡锦跟我们这些所有的议员都是赖清德在议会中间以及在立委期间长相左右共同打拼的伙伴。所以说，人的选择、地点的选择、时间的选择，有这样的一个意义。虽然初选风波不断，但黄伟哲强调，接选一种一步一脚印，提出上届符合市民需求的政策，同时延续赖市长理念，接棒传承。另外，伊伫元旦假期嘛行程满满，元旦当天就选伫东区平时转运站的预定地来讨论对台南捷运的改善计划。会中并且邀请交通运输管理专家熊正义教授出席。黄伟哲主张应该将南线第2期的工程延伸到高铁站。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个轻轨系统的延伸，希望是在一个最少的成本里面的增加里面，能够服务到最大多数人，而且真正造成交通服务的亮点。几个亮点，第一就是说，造成许多的这个南来北往，因为它有好几个交叉，不管是跟国道交叉，不管是跟这个高铁交叉，甚或能够服务到这个这个沙仑绿能园区，它可能未来的潜在人口。我们所建议的路线里面，一方面有的一部分是这个高铁桥下的既有道路，另外一个部分是原先的这个台182，这个南182。那这个182线道，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用力取得是相对容易。黄伟哲主张会中嘛得到专家学者的背书，其中熊正义院长就表示，为了避免了钱递到财政负担，提升运量是营运初期第一要务。
该计划未来无论用地取得还是时间的成本，难度拢比环线较低，所以可行性真高。但新闻古不以综合采访报道。因为特地提出相关交通政策以后，上午嘛发表伊第二批文宣，要向选民小解的求学、参加学运到中正过程，也佮有加行政院长赖清德的连接，希望这个文宣让选民对有更较深的认识。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在多位议员参选人的陪同之下，发表第二批的竞选文宣。这次主要向选民介绍家己为求学到入校运，一直到中正的过程，以及甲前市长赖清德之间的连接。希望借着这次的文宣，会当让大台南的乡亲更加了解伊的故事背景。主要是讲说我们从求学，从怎么样子民主启蒙的。然后这个念大学之后，怎么样参与意义性社团、学生运动？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毕业了，然后这个投入出国念书，然后在国外第二次留学的时候巧遇赖清德。接下来我们当国大代表的时候，捐赠了救护车，把薪水捐出来。接下来就是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当这个在农委会服务的时候，比较如何是节俭的，然后在立法院这个担任立委的时候，是一路走过来。在咧社群网站甲通讯软体发达的时代，也成为各参选人行销家己的管道之一。但黄伟哲认为，对真侪阿公阿嬷来讲，因比较习惯看纸本的文宣，所以黄伟哲这次也印了40万份的文宣，要来发送给台南的乡亲，希望争取选民的支持甲认同。但是文章声林根参不得。民进党内市长初选竞争激烈，其中陈廷辉选伫2018元旦对台南市政府开始定期为期1礼拜大台南37区的单车行动。第一天前行政院长游锡堃等人拢特别陪骑全力相挺。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特别规划台南起飞幸福铁马行，打算对台南市政府出发，行过37个行政区以后，佮再回到台南市政府。伫元旦第一天正式出发，现场前行政院长游锡堃特别来坐镇，单车省技术柯元景嘛陪骑，并且担任陈廷辉最佳助选员。我们要用行动政府来解决所有台南乡亲所有边缘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长照的问题、建设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只有实质了解基层，才能发展台南；了解台南，才能扎根台南。所以我们用所谓行动的力量，用铁马行，真正走到每一个角落。37区370公里，37区370公里，我相信这代表的是我们的坚持，还有行动、执行跟耐力。只有行动、执行、耐力，才能解决未来台南市民所有的问题。全球竞争的时代，就是城市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有竞争力，城市一定要有竞争力。台南市是台湾的首府，台南市必须要有一位优秀的市长来领导台南市，让台南市带动台湾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陈廷辉是最好的市长人选，请大家支持陈廷辉。第一天行程西安平、南区、东区加林地等行政区全程超过50公里，大概有50位单车职工加入。陈廷辉表示，单车行代表行动政府的竞选理念，要让政府加入每一处的邻里，让人民感觉政府在伫身躯边。但新闻公布以采访报道。看完参选人陈廷辉第一天的幸福体面，第二天监控阁是如何，敢会骑甲踢腿？陈廷辉表示，接下来是山区行程，不过有缘保持充足的体力，要来展现行动力。为落实行动政府的理念，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于元旦开始展开的铁马行，伫经过一天大约70公里的路程，高端议员保持着真好的体力，
而且也无剃腿的现象，互真侪民众拢感觉相当钦佩。而面对着接下来山区的行程，伊也是充满着信心，鼓励家己用耐心甲毅力来克服。今天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今天要骑山区。今仔伫山区，所以伫山区当中，咱知影讲，可能人口没有那么多，而且在天气的状况还会遇到逆风。但是咱感觉讲，这就是一个挑战，表示讲咱咧处理事情当中，处理人民百姓的困难，的每一项代志，咱拢有可能遇到足侪的问题。但是，咱若要作为市长，咱就要一一甲解决。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在骑车的过程当中，陈廷辉因为惊挂乌色的目镜，民众会认不出来，所以目睭拢无做任何的保护措施。对此，在这次骑 TV 的团队当中，参加过真侪世界级比赛的单车圣骑士许元光，特别出来一支透明的目镜来送伊，让伊骑车的过程更较顺利。接下来，因为新市出发，将经过神华、大内、三乡、玉井、南西、南华甲佐镇，为了证明伊会用行动来实现伊的政见。但是，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向社区警政提升守望相助队甲警方合作来维护治安，调分局29号暗时由警察局长黄宗林亲自主持工作汇报，同时也有热心的团体关键和社区装备，场面相当热烈。伫第5分局管区有25队社区巡守队，将近550位成员，为落实社区警政，加强甲警方合作。由第5分局长黄光营亲自甲巡守队沟通，并且争取着社区内庙宇甲热心团体来赞助巡守队的装备。同时，选伫29号工作汇报，由警察局长见证肯定社区巡守队的贡献。台湾的社区警政，我为什么想说社区警政不是从巡守再出发？社区警政也要做好，要从巡守队出发，恁讲对无？所以恁上重啊，对不对？咱下区拢总守望相助队吼，拢总有560个人，是咱警力的2倍外。勤运作如果说正常的运作吼，咱是逐工吼是25班到15班，相当阮分局吼的巡逻的班次吼，咱是88，平均是88个班次吼，就1/3到1/5强啦。我一只衷心的期盼，唤起咱各位在座咱的守望相助队的热情。最后我强调，守望相助做得好，社区治安无烦恼。局长伫会中强调，社区警政是世界潮流，台南有6400位守望相助队的队员，希望大家发现可疑，随时反映，帮助警方做好治安的预防。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配合政府的新政策，同时 NCC 嘛新协通过，上主参加三广有线电视正式推出5组付费方案，金额在上价200块到上悬的580拢有。就希望无共方案会当满足无共客户的需求，让消费者有更加聪明的选择。2018新的一年，上主星三广网有线电视因应政府的规定，让消费者有更侪多元的收视选择。因此，在 NCC 的审核通过之下，推出了5组的付费方案，介绍对200块到580块之间，让消费者有更侪付费选择。
从元月份开始呢，您想要收看有线电视会变得更加的有弹性。那我们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核可，那从今年度开始，我们提出200块钱到580块钱，总共5组的分组付费内容。那您可以依照你喜欢收看的内容来做分组的这个收视，让消费者可以依照他的收视需求做不同的选择。上主称三冠王有线电视业者嘛推出网络1个月200枚上界优惠的859块计销，同时伫咧电视数位特产的部分，更增加了高尔夫球、网球等等的运动频道，互介意运动的朋友会当看到更侪、更丰富、精彩的比赛。那另外，在今年呢，有线电视也引进了之前我们所没有的博斯体育运动家族频道。那里面有网球、高尔夫球、极限运动以及女性相关的一些瑜伽等等的运动，非常值得我们体育迷来收看。伫咧这新的一档，上主称三冠王有线电视为着要照顾更侪台南的在地乡亲，推出更侪选择，也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这数位电视新时代来临。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由民间甲政府共同合办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今年将伫3月17号开始展开。比赛项目除了原来钢琴、提琴等管弦乐器以外，今年也加入民俗国乐等乐器，更加多元有看头。主办单位嘛表示，今年大陆方面包括北京、上海等城市拢组团参加，互竞争更加激烈。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9档，理事长沈明贤表示，每一档比赛拢发加真侪优秀的团体甲个人参加，这项比赛更是培育优秀音乐人上好的舞台。今年参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外，连大陆嘛有侪城市组团参加。我们这个大赛，到今年为止已经是第19年了，将近第10年，我们要办好一个音乐大赛，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至少要花半年以前时间。尤其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们全市性、全台湾性、全省、全国性。评审的阵容坚强，有相当高的公信力，才当每一摆拢吸引真侪国外团队来参赛。所聘请的这些评审委员都是音乐界的一时之选。刚提到的胡乃元也好，苏显达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国际级的一些大师，他们来担任我们的评审工作，其实这是靠理事长长期以来在教育界的、在文化界、音乐界的一个声望，他们才会愿意来担任我们的评审。2018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3月17号开始，分别伫台南文化中心、甲德光中学等场地举办。比赛项目包括提琴、钢琴以及各种的管乐、甲民俗国乐等等，欢迎各校踊跃报名参加。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但是中青会30号上午举办第14届第2次会员大会。会中除了迎接圣王的进场甲制作仪式，并且邀请各地宗亲回来组织，期待团结宗亲力量来服务社会。会员将近400名的台南市宗亲会30号举行会员大会，伫开宗圣王的圣驾进场以后，由理事长带领所有会员共同制作，希望透过会员大会联系感情。并且决议改制为社团法人的组织，将正式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到今天年底本会组织以财务与健全，感谢这段时间相信效力并一起打拼的中长先进们，感恩开张信王的护持加恩，愿意授予林圣莲的婚生。神子选择此时渡海来台，让本会顶一个浩大的神文章，
要你相信，这是开张系统的重要指示，代表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值得的。所以你将会更努力完成大家期望的目标，让本会能够真正永远发展并贡献社会。但秀丽表示，社会转变，中青会应该行出去，为更较侪民众服务，或者当团结，但是主题向心力。该会嘛准备继续但是总数，以完成重要应属的责任。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传领少年一辈拢来认识台南的历史，赤坎里里长黄伟等30号选伫赤坎路边举办小小导览员的培训营，会中结合客家导览员的专业分享，让所有参与亲子拢受益满满。碧溪也就是龙生的9子里面其中一个小孩，长得像乌龟，那其实碧溪。那它的一个特色是，它其实不是原始在这边的，那有另外一只。它的碑在嘉义。这场由赤坎里里长黄伟等所举行的小小导览员培训营，邀请客家解说员曲明贤加陈冠洲进行导览员工作的经验分享，并且传了60几位亲子学员实地走访赤坎里内每一个古迹庙宇，希望让这小朋友会当更加深入了解台南的历史。府城呢，是我们台湾文化开发的一个地方，从明朝以前到现在，那很多在地的民众跟小朋友，在每当假日的时候，其实想法都会希望去外县市。其实我们台南在地就充满了故事跟文化。那委展今天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希望能让我们台南市的在地的民众可以去了解到我们台湾的历史的文化的故事。那也借由这次机会，让小朋友愿意去参与、去了解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故事。黄伟等强调，台南丰富的历史、人文资产，不只是世代台南人所骄傲，嘛受到各界重视。希望借着导览员培训营活动，让新的世代更深入认识、重视家己生活家园，未来更会当成为守护传统文化资产力量。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过来，地名护卫老师张德仪选伫岁末年初举办爱心义卖，除了义卖也画作以外，嘛邀请各个单位共同来做公益，而且要将全部所得拢捐予独居老人等弱势团体。2017年最后一天，伫北区公务里活动中心，来了各个民众做伙做爱心。伊拢是响应护卫老师张德仪所举办的爱心义卖，有人提供白米、兰花、衫裤，甚至现场嘛有连书直播来义卖画作。所义卖所得全数捐予独居老人、给收留好加饲养女聋狗的团体。今天是一场岁末年终公益助弱势的爱心活动，我们有画画班的，然后还有书法班，还有音乐班，然后还有大家很多的爱心一同加入。今天我们所义卖的每一项的物品，所有的钱我们都不扣除成本，全数捐出公益。然后这边有我们老师，除了老师，还有很多北部老师，还有我们自己同学画的捐款，每一笔都是独一无二，没有第二支重复。每个都是手工绘制的，还有很多厂商赞助我们，有捐出全新的男女服饰，然后兰花啊、盆栽啊、皮雕，还有很多圣济慈善堂，然后天香堂，很多慈善团体来赞助我们，一起荣耀这份光彩。我们将这个温暖在岁末带给很多弱势的团体，然后帮助很多需要的人。也希望你们明年、后年每一年都来加入我们，让我们这份温暖更能扩大出去。今年单位除了主持基金会介学生教育以外，现场嘛有侪善心人士主动捐出物资。去年义卖金额大概10万块，今年更希望突破15万，让更较侪家收入好加独居老人会当好过年。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最分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2号的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